推薦靠火車站嘅樓盤俾大家，呢、個就喺樟木頭火車站對面，大概直線距離200米。經過呢個公園咧，就可以到我哋小區啦。整體小區一共係得個幾棟嘅啫，咁啊入邊配套而家係樟木頭管理最好嘅一個小區。而家呢個兩房60零萬，又裝修，上睇睇。歡迎回家，睇到我哋入門口咧，呢邊啲鞋櫃咧全部都係定製㗎啦，嗰派家私嘅，咁啊直接拎翻入住狀態啊！整體房間面積73點幾個平方，咁啊呢個咁位置空間細出嚟。咁喺火車站對面呢個6-1號亭咧，整體地理位置係 O K 嘅，落火車直接行翻嚟啦。咁啊有個缺點就係呢個電梯2樓露台都唔細嚇，望翻南向睇翻來源空間，整體係非常之安靜啊，唔會話好嘈啊，唔會話對翻嗰邊大馬路啦。咁呢邊個房屋狀態咧拎翻入住啊，呢啲3件套全新啊，冰箱位置睇翻呢邊，因為呢邊咧仲有一個生活露台嘅。咁啊，所以洗衣機係放翻呢個位置，就唔需要會阻到我哋呢個位置咯。咁啊，直接拎包入住狀態，全屋嘅燈飾都搞掂晒㗎啦。睇翻房間都帶飄窗啊！咁啊，呢間客房而家放咗2米床咧，仲有空間俾你擺一個衣櫃嘅。咁啊，整體2間房嘅佈局咧都比較均勻啲，唔會話一大一細啊。呢個工位咧，咁啊可以做公室分離，但係原裝未整，瓷磚上牆啊，整體拎包入住 O K 嘅。咁啊，稍微搞衞生都 OK 啦，唔需要再搞其他。呢啲床基本上都係新㗎啦，新嘅冇搞，唔係舊㗎嚇。而家都係2米床，咁啊3米嘅大飄窗。而家我哋總價 total 咧60出頭，60零個可以上車。咁啊業主都急售嘅，咁如果有興趣咧，再傾佢價錢啦。有興趣你哋睇睇。